主后2023年7月1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入境随俗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哥林多前书10章第29、16节。恁不时会记得我，搁尊叹我传授予恁的教示，恁实在通予我学乐。不过我爱恁明白，逐个查甫人的头是基督，妇人人的头是丈夫，基督的头是上帝。查甫人伫公共场所祈祷，也是宣讲上帝信息的时，若戴头巾是侮辱伊的头基督。毋过，查某人伫祈祷，也是宣讲上帝信息的时，若无戴头巾，是侮辱家己的头，就是伊的丈夫。即款的妇人人，甲头毛互人剃起来的查某人无啥物差别。查某人若毋戴头巾，头毛就剪起来。既然看剃光头也是剪头毛做见笑的事，就着戴头巾。查甫人无应该戴头巾，因为伊是上帝形象甲荣耀。查某人是查甫人的荣耀，因为查甫人毋是对查某人做出来，查某人是对查甫人做出来。查甫人毋是为着查某人做的，毋过查甫人是为着查甫人做的。为着天使的缘故，查某人的头应该着戴权威的记号。总是伫人的内面，查甫人需要查某人，查某人嘛需要查甫人。因为查某人是对查甫人做出来，查甫人是通过查某人生的，毋过万物拢是对上帝出来。恁着家己判断，查某人无戴头巾对上帝祈祷有合宜无？自然的本性教咱，留长头毛是查甫人的见笑。毋过，查某人留长头毛是伊的荣耀，因为长头毛通做查某人的惹白。若有人爱辩驳，我只有会当讲，伫阮甲上帝教会并无其他的规矩。入境随俗。经文一开始，保罗称赞哥林多教会的信徒，常常记得伊，尊叹伊的教示。总是画一个长约，就讲基督是查甫人的头，丈夫是妇人人的头，上帝是基督的头。甲伫公共场所祈祷的时，着掩头盖面的问题。这实际讲婚姻关系是无，也是两性伫教会的地位。哥林多前书的内容大部分针对教会面对的实际问题，鼓励信徒合一，帮助教会的崇拜有特殊进行。本段经文其实实地处理哥林多教会公众崇拜的问题，包括敬拜的正确态度和规范，毋是伫讨论婚姻关系，也是妇人人伫教会的地位。掩头盖面会诚侪公共礼拜的问题，是因为两种文化冲突变成做教会棘手的问题。保罗认为，妇人人伫礼拜中掩头盖面、戴头巾才是合宜的表现，因为当落时妇女若伫公共场所无戴头巾、掩头盖面，会互看做是无道德的表现。保罗担心礼拜中有诶有掩头盖面，有诶毋掩头盖面，恐惊会致使教会结党分派，互礼拜欠缺特殊，
所以就提出建言，希望教会合一，互礼拜顺利进行。保罗劝勉信徒尊重上帝主权，为了维持教会合一，遵循特殊是必要的。以外，当老时的妇女也有社会阶级的差别。有的上流阶级妇女检采想要展示伊美丽的头毛型，并无旨意遵守暗头盖面、戴头巾的习俗。对礼拜特殊来看，为了避免头毛脏塌和头毛型成做礼拜中注视的焦点，保罗建议莫互个人的介意甲行为成做突突音的哪吒。伊直言，恁着家己判断，查某人无戴头巾对上帝祈祷有合宜无？信徒应该按本身所踮的文化背景，选择上合宜的态度，甲端庄的服装装饰。虽然现在的教会无戴头盖面的问题，总是教会伫公众礼拜中，还是有一寡原则甲特殊需要依循。譬如讲，当礼拜已经开始进行，信徒应当保持安静，避免一字一字开讲，以免干扰别人和影响礼拜的特殊。有关敬拜的礼仪，也包括无迟到也是早退，手机关机也是关静音，无啉食，穿插毋通伤凊彩，也是过度暴露等等。若是主礼者、司礼者甲教会逐项服侍的同工，必须事先做好准备，并注意服装仪容甲合宜的形象。这个拢是信徒甲服侍者应该共同维持的敬拜礼仪。面临棘手的问题，教会应该转来到哥林多前书第10章29到40所讲。有人讲，逐项拢通做，不过毋是逐项拢有利益；逐项拢通做，不过毋是逐项事拢会当帮助人。逐个人拢毋通求家己的利益，着求别人的利益。基督徒因为疼，搁为着教会合一的缘故，愿意伫家己介意也是坚持的代志顶面，做某种程度的牺牲，以便互礼拜会当荣耀上帝，助益别人。默想，基督徒的自由是甚物？我是毋是愿意为着教会的合一甲礼拜的特殊，放下家己某一寡坚持甲习惯？基督徒的自由是甚物？我是毋是愿意为着教会的合一甲礼拜的特殊，放下家己某一寡坚持甲习惯？咱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是道成肉体的主，为着互人得到救，你过着入境随俗的生活，伫凡事荣耀天父上帝，求你帮助我，凡事为荣耀上帝来做，奉你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